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看台南府城的何义堂。顶一摆做招是48年前的代志咯。今年做招特别甲传统科技、甲多元文创来做结合，伫个小西门搭一个古城牌楼。目前这个庙前嘛已经徛灯锅，正式来进入到做招的阶段。 蔡丁哥请神明来感召，同时嘛招阴间的鬼神来吃一顿啊澎湃。伫咧府城小西门的何义堂，离顶摆做招已经48年，今年会举办做招大典。祈求天地会当使咱每一个信徒会当身体勇健。 这摆建造较特别的是，庙方举办文创市集，会结合传统艺典，就是市集和老相片展览，让更多族群的年轻朋友。 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我们道教的文化是可以深入了解。何义堂是府城老地好庙，因为起伫咧巷仔内底，真侪少年人无熟悉，嘛无清楚庙内底有真侪百年的文物资产。因为伫咧26和27号规划做招市啊，希望借这个活动，会当互较侪人熟悉道教文化。